我哋除咗有6.3講過嘅加法性質、乘法性質，仲要留意乘負數嘅時間或者除負數嘅時間呢，都需要調轉個符號。但係呢，我哋呢淨係做咗一步嘅步驟，咁呢個呢就過於簡單，我哋就會用其他嘅解方程解不等式啦。咁我哋就睇6.4。會解2條不等式俾大家。第一條，我哋 A 條，你會見到題目呢都淨係叫你解嘅啫，所以呢，你只需要呢揾到最後究竟 x 大過等於一個咩數字，或者 x 細過等於一個咩數字就可以啦，是但一個。咁啊，唔知邊個答案啦。咁我哋就望一望啦。平時如果要解方程嘅時間呢， 5x 減3，跟住呢等於7。如果我哋咁樣諗，個腦入邊諗啫，呢啲係我應該整走邊一嚿先呢？永遠係由最外圍嘅開始整走，最外邊嘅開始整走。咁調過去另一邊，由減就變加。所以7加3呢個係 5x。所以呢，解方程嘅時間呢，你會見到我整走咗個3，將佢由減3變加3，即係加呢係唔會有影響嘅，加減數字都唔會有影響嘅，符號呢就要照抄落嚟啦。好啦，下一步呢度我哋要諗啦，5x 等於10。咁我而家係需要整走個5呢，就要將由乘5調過去變做除5啦。呢個5係一個正數嚟嘅，除一個正數除5，咁就唔需要除正數乘正數，都唔需要轉方向，所以呢，佢就維持不變啦。呢度10除5，咁就 x 細過等於2。維持不變，因為佢除一個正數，呢度係個正數。但係如果好似 B 條咁，27減6x 細過21。提返一句啊，如果一開始有個等於嗰個一畫呢，成條數呢都係維持有等於維持有等於嗰一畫嘅，係唔會有改變嘅。咁喺呢度呢，27減6x 細過21，咁你要整走邊一嚿嘢先呢？解方程嘅時間應該係要整走27先嘅。呢度係加27，調過另一邊就會變減27。咁啊，因為加減數唔影響符號變化，所以維持不變。你可以照抄落嚟，21減27。咁剩低嘅係負6x。咁你睇啦，負6x。係等於返負6，之後我要整走嘅呢係呢一個負6，咁調過去呢就會變做除啦。留意啦，你呢度係除負數，但凡除負數，個符號就要開向另一邊啦，就會調返轉啦。所以 x 負6除負6。點解會係除負數呢？係呢一個負6影響嘅啫，同上面個負6呢係冇關係嘅。個符號係因為呢一度除負數，所以你要轉方向。最後 x 大過1，咁呢個就係答案啦。你會見到呢個方向有變嘅。咁啊，請大家做埋剩低嘅題目，打開書有好多題目可以做，記得對答案。